国民党大动作来反内地，桃园市长郑文灿认为，涉案的议题除了应该理性来讨论，嘛希望会当定一个统一的标准，袂当一个国家管哪种的制度。健康，去来猪要健康。 大声话口号，国民党表达反内地的决心。早起10点，除了中央党部以外，佮串联22个县市议会党团开记者会的抗议。那如果桃园市选出来的委员，如果都没有这个风骨哈，建议这些立法委员要自行辞职。为什么林淑芬、刘建国可以弃权，郑运鹏、黄世杰却不行？ 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党团认为讲，在地选出来的立委，干那顾党意无顾民意，和内地过关，应该施尽以示负责。因嘛希望桃园市长会使捍卫桃园市的食安自治条例。食安不能够一国多制。那关于这个检测的这个容许值或者容许量，这个应该全国统一，要不然。桃园市长郑文灿认为讲，内地的议题应该用理性去讨论，同款是县市首长，国民党这个发言县长徐真伟就徛伫第一线。 花莲的所有的农特产品，花莲县政府划拨奖，农会推出我们最好而且最安全的我们的农特产品。当时嘛无希望讲有任何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入花莲市场。中央一个标章，卫福部又一个标章，地方又2个标章，所以说会造成一些消费者的恐慌。 讲唔知爱搭倒一种的较好，市里业者嘛希望讲会使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互民众看较有。